你最近想要去哪里玩？圈内想爱去哪位了？圈内想爱去哪位了？按旧上爱去哪位了？按旧上爱去哪位了？爬山 ，Kit 山 ，Kit 山。白山，白山。我最近想要去爬山。我圈内想爱去 Kit 山。我圈内想爱去 Kit 山。我按旧上爱去白山。我按旧上爱去白山。海边，海笋，海笋。我最近想要去海边。我圈内想爱去海笋。我圈内想爱去海笋。我按旧上爱去海笋。我按旧上爱去海笋。逛街，逛街，逛街。出街，出街。我最近想要去逛街。我圈内想爱去逛街。我圈内想爱去逛街。我按旧上爱去出街。我按旧上爱去出街。出国，出国，出国。我最近想要出国。我圈内想爱出国。我圈内想爱出国。我按旧上爱出国。我按旧上爱出国。露营，露养，露养。我最近想要去露营。我圈内想爱去露养。我圈内想爱去露养。我按旧上爱去露营。我按旧上爱去露营。潜水，想水，想水。我最近想要去潜水。我圈内想爱去想水。我圈内想爱去想水。我按旧上爱去潜水。我按旧上爱去潜水。出去玩的地点是谁决定？出去了嘅位所系万人决定。出去了嘅位所系万人决定。出去了嘅地方系万人决定。出去了嘅地方系万人决定。家人，屋下人，屋下人。六家人，六家人。家人选的，屋下人选嘅，屋下人选嘅。六家人选嘅，六家人选嘅。朋友，朋友，朋友。朋友选的，朋友选嘅，朋友选嘅。父母，爷爱，爷爱。父母选的，爷爱选嘅，爷爱选嘅。兄弟姐妹，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。兄弟姐妹选的，
兄弟姊妹献给，兄弟姊妹献给。男女朋友，男朋友，谁来朋友？谁来朋友？女朋友，谁妹朋友？谁妹朋友？男朋友选的，谁来朋友献给？谁来朋友献给？女朋友选的，谁妹朋友献给？谁妹朋友献给？小孩，生日呢？生日呢？小孩选的，生日呢献给？生日呢献给？你要怎么去那里？我用班去街尾。我用班去街尾。我用的去个片，我用的去个片。开车，视察耶，视察耶。我要开车去，我爱视察的去，我爱视察的去。骑机车，骑机车，骑机车。骑奥多拜，骑奥多拜。我要骑机车去，我爱骑机车去，我爱骑机车去。我爱骑奥多拜去，我爱骑奥多拜去。搭飞机，坐飞行机，坐飞行机。坐比洋机，坐比洋机。我要搭飞机去，我爱坐飞行机去，我爱坐飞行机去。我爱坐比洋机去，我爱坐比洋机去。搭火车，坐火车，坐火车。我要搭火车去，我爱坐火车去，我爱坐火车去。骑脚踏车，骑自行车，骑自行车。我要骑脚踏车去，我爱骑自行车去，我爱骑自行车去。搭船，坐船，坐船。我要搭船去，我爱坐船去，我爱坐船去。你为什么想要去那里？做嘛嘅想爱去街尾？做嘛嘅想爱去街尾？风景漂亮，风景强，风景强。风景闹，风景闹。因为那里风景很漂亮，因为街尾风景动强，因为街尾风景动强。因为街尾风景改闹，因为街尾风景改闹。美食，美食，美食。因为那里有很多美食，因为街尾有很多美食，因为街尾有很多美食。因为街尾有介多美食，因为街尾有介多美食。省钱，上钱，上钱。因为去那里比其他地方省钱，
因为迄个味比其他味素上浅，因为迄个味比其他味素上浅。放轻松，不用强松，不用强松，因为那里可以让我好好放轻松。因为嗰味做得本爱好好不用强松，因为嗰味做得本爱好好不用强松。治安，治安，治安，因为那里治安很好，因为嗰味治安同好，因为嗰味治安同好，因为嗰味治安改好，因为嗰味治安改好。怎么会有时间出来玩？因为有时间出来了，因为有时间出来了。因为有时间出来了，因为有时间出来了。休假了日，了日，因为今天休假，因为今日了日，因为今日了日。寒假、暑假，寒假、寒假，寒假，暑假，僻处，僻处。因为今天开始放寒假，因为今日开始放寒假，因为今日开始放寒假。因为今天开始放暑假，因为今日开始僻处，因为今日开始僻处。结婚纪念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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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婚纪念日。因为今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，因为今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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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的结婚纪念日。毕业旅行。毕业旅行，毕业旅行，因为今天是我的毕业旅行，因为今日是我的毕业旅行，因为今日是我的毕业旅行。出差，出差，出差，因为我今天出差。顺便出来玩，因为我今日出差，先生出来了。因为我今日出差，先生出来了。哇，今日呢也出去了嘅考场，大家係唔係學會了以後就當上去出去了呢？冇錯，後面係講有機會嘅話，大家啲分享出去了嘅時節，就做得呢用一條客家話來分享了。今日呢，當時望大家向下來看人嘅客家名錄學院，我記得咯，繼續來思考，你呢有多嘅客家話嘅主題，我老大家向下來分享。我係主持人李家，今日大家就下課了，我記得繼續來看人嘅客家名錄學院咯，真係了。